因為好耐冇見啦，咁今次咧想分享一部美容機啦。試完最近發現咗個問題，就係年紀嘅增長，代謝開始慢咗，面珠燈啲肉咧就開始鬆咯喎，咁啊雙下巴就會自然跟住走出嚟啦。咁啊塊面又圓又腫咧，就一啲都唔上鏡嘅。咁啊加上我好怕痛，即係例如 HIFU 我有打過嘅，佢嗰隻係冤到勁痛啦，所以咧美容師就推薦咗泰提升，就話呢部機咧係好多人專登去韓國做佢嘅，咁佢就攞咗部機翻嚟香港，好似話暫時嚟講得佢呢間鋪有嘅啫。咁我想講呢個泰提升膠原蛋白療程咧，真係好堅抽，做完咧即刻可以揾翻你嘅下顎線啦，就正常做20-30分鐘咧就已經睇到明顯嘅效果。咁佢有3種獨特激光波長嘅，可以一次過做到全面美白、緊緻提升嘅效果啦，同時安全無痛，無需要敷麻藥同冇恢復期嘅，可以擊退到你嘅暗沉、色斑、毛孔粗大、膚色不均、皺紋鬆弛嘅面珠燈，同埋你嘅雙下巴。最重要係咩啊？係佢呢一間鋪可以俾到你一個透明嘅價錢，唔限髮數啦，唔限能量啦。所以咧，想了解更多詳情，可以直接喺留言嗰度揾聯絡方法啦。咁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揾到啲咩好嘢咧，再分享俾大家啦。拜拜。